台湾的亚妈祖，妈祖这位女神是现出时台湾人的主要信仰之一。虽讲咱人为正月到年头拢有神明在做生日，毋过3月23的妈祖生是即马上请赢全国性的大代志。伫台湾，顶亚妈祖是特别礼斗，甲中国东南亚拢无共。为什么会安尼生？遮就以2个方面来简单说明，互大家参考。亚妈祖的原型是挂香，就是妈祖要回去甲祖庙分香火。比论中华南瑶宫，自19世纪大清嘉庆迄斗，4冬一摆会去本港天后宫挂香。后来本港天后宫予大水流去，挂香就转变做到北港甲其他的妈祖回香。大家伫南宫古早是爱到中国的湄洲去挂香，尾仔转变做伫台湾本地来进香、回香、示景。无论亚妈祖的表面是挂香、进香、回香，也是示景，拢共款吸引几若万人做伙来行几若天的路，到目标，搁翻头转来到起高地。这号宗教行为就是行天路。通世界的宗教差不多拢有，较有名的，比论要甲行天路、罗马行天路。伫行天路的时，有人会备办澎湃的食物甲凉水互大家。嘛有人会趁行天路的时，甲妈祖许愿、行愿。现出时会去亚妈祖行天路的人，毋若是善男信女那定，各界的社会人士、学生仔嘛会来参加。社会呢无共的阶层、无共群体的人，做伙走共款的规矩，不惜千里去完成共同的目标。伫这个过程里，因会感受到人情味、社会群体的力量、信仰的快乐，甲渺渺世间里一粒仔的家己。伫咧迎妈祖的时，咱会看到北关顶、神明金身等等的宗教艺术品，咱嘛会看到车鼓阵等等的表演。规个行天路的过程，就是台湾文化的展现。一摆几若天的亚妈祖，需要真侪人来斗骹手，安尼毋若牵连不止看的人情世事，嘛对地方的经济活动有不止大的影响。一几冬，台湾的亚妈祖嘛甲袂少外国观光客前来佚佗斗闹热，安尼咱的传统文化竟然也成做拼观光甲钱水的元素。总结来讲，真够呾，亚妈祖主要的社会功能，就是甲大家靠做伙，聚集社会各界，互大家平齐佮共心，安定咱的庄头、社区，甚至规个社会。就现代意义来讲，亚妈祖一代传一代，展现台湾文化，坚固台湾认同。遮尔特殊，别位无得看的亚妈祖，外国人就会感受到，就知这是台湾性格。这款是不止要紧的文化资源呢。最后，咱爱了解，妈祖自古就是一个政治符号。比论大明国的官方护国神是先天上帝，大清国甲大明国演倒了后，要来消灭美伫台湾的大明国流亡政权。因为海战的关系，因就甲妈祖的神格称冠甲天后。大清镇压大明，秘书是妈祖镇压先天上帝。大清国的皇帝为康熙封妈祖做天后起，后壁的皇帝直直甲伊加封。每首妈祖的封号有62个字遐济。近来中国直直咧利用妈祖信仰对台湾人做文化统战，其实是因无文化，袂晓尊崇人的信仰，嘛毋捌妈祖。我甲妈祖跋杯，伊讲我伫台湾的妈祖甲中国迄边有啥物地带？